大家好，歡迎嚟到心靈之道，我係立柏如。你係咪曾經有過咁樣嘅經驗呢？總係愛上一啲唔適合你嘅人，總係付出咗好多，但係就一次又一次換嚟失望、冷漠，甚至係被拋棄。你開始懷疑自己，係唔係我唔夠好呢？係唔係命中注定我就係唔值得被愛嘅呢？可能你曾經好努力咁樣變得更加之體貼，更加之溫柔，更加願意犧牲。但係唔知點解愛總係離開自己，直到你覺得好攰啦，你問自己，點解命運對我總係咁殘酷嘅呢？我係咪真係唔值得被愛呢？各位朋友，如果你過去曾經被遺棄、被忽略、被傷害過，從來冇喺愛裏邊感覺到安全嘅話呢，呢條片會為你帶嚟深刻嘅療癒。我好想強調嘅係，並唔係你唔值得被愛，而係你嘅心仲困喺嗰啲從來冇被療癒過嘅創傷裏邊。今日我就同你一齊走出嗰個令到你以為自己唔夠好、唔值得被愛嘅陰影，重新學會相信你本來就係值得被愛嘅。首先你要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原生家庭呢，都係人生第一所最重要嘅學校嚟嘅。我哋喺呢度學識點樣睇自己，點樣愛人哋，亦都學識我哋值唔值得被愛嘅。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呢，呢所學校就充滿咗好多嘅冷漠啦、責備啦，或者係情緒嘅混亂。如果你同你父母嘅關係好疏離，從小冇被擁抱過，好少被肯定同埋理解，你可能學到嘅就係我並唔重要。如果你有個控制欲好強嘅媽媽，對你永遠都唔滿意，總係挑剔你嘅話呢，咁樣你就好可能喺感情關係裏邊亦都不斷懷疑自己，我係咪做得唔夠好呢？係咪要更加之完美先至有人係願意愛我呢？如果你成長過程親眼睇到父母之間經常鬧交啊、冷戰啊，甚至暴力嘅話呢，你嘅潛意識可能就會相信咗愛只會帶嚟痛苦，愛係唔可以信嘅。長大咗之後，你就會發現自己總係重複一模一樣嘅模式，吸引嗰啲令到你委屈啊、令到你受苦嘅人。你或者一方面渴望愛，但係一方面呢就逃避親密，甚至將真正對你好嘅人呢係拒之門外噃。咁樣並唔係因為你唔值得被愛，而係你嘅內心一早已經習慣咗係不被愛嘅感覺。呢一種不被愛嘅感覺呢，反而成為咗你內在一種好熟悉嘅安全區域。所以當呢個人長大咗之後呢，佢就會再次令到自己去體會翻呢一種熟悉嘅安全感。好多人其實都喺不自覺之中呢，就將原生家庭嘅模式啦，係複製到自己嘅親密關係裏邊，直到有一日呢，佢哋痛到唔能夠再痛啦，先至會醒過嚟，開始問自己：唔通我一世都要不斷承受感情關係嘅痛苦？其實各位朋友，我好想話俾你知，嗰啲你一直重複吸引錯嘅人、錯嘅關係，其實都喺度提醒緊你，你內心仲有一個冇被療癒嘅內在小孩噃。呢個小孩呢，其實好可能好早就開始壓抑佢嘅情緒，學習去討好其他人嚟到換取愛。佢以為自己足夠乖巧、夠聽話、夠努力呢，就能夠換嚟愛，但係最後換嚟嘅總係更多嘅失望。你只係喺過去原生家庭之中學識咗一種自我否定嘅生存方式啫。你將其他人嘅情緒放喺第一位，而將自己嘅需要呢係隱藏咗起嚟。你太習慣喺關係裏邊證明自己，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愛從來就唔應該係要證明啲咩嘅。真正健康嘅關係呢，係建立喺我知道我係值得被愛嘅基礎上面嘅。所以呢，如果你想真正擁有愛嘅話呢，你必須要從內心深處接納翻你自己，否則嘅話呢，即使外邊有人再愛你嘅話呢，你都冇辦法感受得到，或者呢段愛嘅關係呢，始終都係枯萎嘅。你會懷疑、會抗拒，甚至會親手推開嗰啲對你好嘅人，然後繼續困喺熟悉嘅痛苦感覺裏邊。所以各位朋友聽到呢度嘅時候，我想你停一停，問自己一句內心嘅說話：我係咪願意開始相信我係值得被愛嘅呢？試下聆聽一下你嘅內心，有啲咩嘅答案？呢一刻就係你人生轉變嘅起點啦。我想介紹幾個方法啦，係能夠幫助大家咧，係建立翻起自己值得被愛嘅信念嘅噃。首先就係要氹翻自己嘅內在小孩先。大家可以試下眯埋雙眼，回想翻你細個時候嘅樣係點樣嘅？佢係咪一個總係想媽媽開心嘅小孩？係咪一個經常被忽略、
覺得好孤單嘅小孩，而家我就想你話俾佢聽，你冇做錯啲乜嘢，你本來就係值得被愛嘅。喺我呢一度，我唔會再拋低你。而家呢個內在小孩呢，就喺你嘅心口嗰度，我就想請你呢，用你兩隻手好溫柔咁樣掂住你嘅心口，讓佢感受到被你所擁抱，讓佢感受到重新俾你關愛。跟住我想你帶住深刻嘅情感同你嘅內在小孩講，你唔需要再討好，你亦都能夠感受到愛，感受下自己同內在小孩一份親密嘅連結，讓佢感受嗰份重新被愛嘅感覺。唯有你充分咁樣去愛翻自己嘅話呢，你嘅內在小孩先至會覺得佢係值得被愛噶。第二個我好想介紹俾大家嘅呢，就係鏡子練習噃。呢個練習呢就好特別嘅，就係每日朝頭早當你起身對住塊鏡嘅時候呢，我想你望住鏡裏邊自己啦。嗱，呢個練習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唔係咁容易嘅喎，因為好多人過去呢都學習咗否定自己啊嘛，所以呢個練習初頭做嘅時候呢，真係要需要一啲嘅勇氣同埋出少少力嘅噃。但係你會發現呢個練習係非常之有價值嘅。當你對住塊鏡望住自己雙眼嘅時候呢，你就開始同自己講啦，我無條件咁樣去愛你、支持你同埋肯定你，你係值得被愛嘅。我想你不停咁樣重複呢幾句說話啦。初頭嘅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尷尬唔自在嘅，但係呢，我想你堅持落去。咁呢個鏡子練習呢，除咗喺朝頭早做嘅時候呢，我想你全日都做喎。點樣做法呢？就係你可以買一塊好細嘅鏡啦，然之後放喺你嘅手袋或者銀包裏邊啦。咁得閒嘅時候呢，就攞呢塊鏡出嚟去對住自己講上面嗰幾句說話咯噃。又或者平時喺商場上邊啊，你見到有鏡，見到自己倒影嘅時候呢，你就記得把握呢個機會，對住自己嘅倒影呢去講頭先嗰幾句說話咯噃。哇！呢個練習係咪好有創意呢？係咪好好玩呢？咁其實呢，當你做落去嘅時候呢，你真係覺得幾好玩嘅喎。咁我建議呢個鏡子練習就連續做21日啦。心理學家話建立一個習慣係需要21日噶嘛，即係3個禮拜啦。咁你會發覺喺3個禮拜裏邊呢，你對自己嘅感覺呢係會慢慢改變咗嘅喎。你會發覺你自己更愛自己啦，覺得自己更值得被愛啦，自我感覺變得更加之良好啦。所以呢個練習係非常之值得去做噶。咁最後有一個練習呢，就安排喺你臨瞓之前做嘅。咁當你夜晚臨瞓之前呢，你就可以喺床上邊啦，或者揾到好舒服嘅地方啦，然之後就心情咁樣對住自己去講以下呢一段說話噃。我係值得被愛嘅，唔係因為我完美，而係因為我真心對人，溫柔善良，願意去付出愛。我嘅存在本身就係有價值嘅，我唔需要透過痛苦證明啲乜嘢，我值得被珍惜、被理解、被全心全意咁樣愛，我值得擁有一段幸福嘅感情。咁你同自己講完呢番說話之後呢，就帶住美好嘅感覺去瞓覺咯。咁當你夜晚瞓覺嘅時候呢，你聰明嘅潛意識呢，就會將呢咁多句充滿愛嘅說話呢係吸收入去你內心嘅深處嘅，甚至有可能你發夢嘅時候呢，都會夢見一啲充滿愛嘅夢境啦。咁呢啲都係啲好嘅跡象呢，係證明你嘅潛意識已經係吸收咗呢啲句子嘅能量產生咗全新嘅信念嘅咯噃。去到呢條片嘅最後，我想做多個練習，就係而家請你眯埋雙眼，注意你嘅呼吸，係啦，然後對自己講，我係值得被愛嘅。喺呢個世界上冇人能夠取代你。當你願意愛自己，擁抱自己，你就會發現你唔再係過去嗰個總係吸引錯嘅人嘅自己，你會吸引嗰個願意真心守護你、尊重你、愛你同埋珍惜你嘅人，因為佢睇到你內在充滿愛嘅光芒散發出嚟，嗰個終於明白自己係值得被愛嘅你。如果你有任何嘅感受或者問題嘅話咧，歡迎喺留言嗰度咧去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亦都建議你喺隔籬嘅鈴鐘按一按，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噶啦。有關心理治療服務，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hkfcip.com。
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課程資料，亦都可以瀏覽 www.inspti.com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帳號整合靈性心理學。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